后来继续来看是这个高雄市消防局接到通报，一个住伫大寮的独居的老先生，趴伫厝内底涂骹唔知人。大寮消防分队赶到现场，这个救护员看老先生的身体冰冷，而且第一时间已经暂无脉络，再加上5日伊身躯顶所高潮的大便是尸斑，所以判定这个老先生已经死亡。尾啊，这个监视的警察到场采证，发现这个老先生竟然还阁咧唱歌，人无往生，赶紧甲送去病院，即摆还阁伫咧病院咧治疗。无死啦！对啊，结果无死。厝边伫讲的人就是住伫高雄大寮这间家厝啊，70岁，家己大个生出来老先生，几日讲都无出门啊，朋友靠伊嘛拢无接，直接来到厝门口甲关心，为他门的旁甲看，伊趴伫涂骹，赶紧报警救人。叫他都没有反应。消防队赶到现场时，救护人员查无命，佫将白色要当作尸斑，判定讲已经死啊，就离开啊。要么警方到现场的时，发现讲老先生还有气。消防队就唔对啊，唔是安尼，工课唔是安尼呢。我们在做人工处置的时候，那造成误判的状况，那我们支持同仁事实上也非常的一个自责。大寮消防分队承认讲有重大疏失，关键伫检这几步。没有呼吸，没有脉搏。爱赞美血压、呼吸甲心跳，当时的救护人员确实有疏失。同仁的一个疏失，我们也会来做后续的一个处分。那同时，我们也会针对一个救护这个部分来做这个加强这个教育的训练。刚才警方发现这个老先生也有气息啊，也就无真正影响到送去病院的时间。